華仔收到風聲，喺布碌倫86街20大道 D 車站附近有一間海味雜貨超市搞開倉大減價優惠活動，商品除咗有超值嘅特價，仲推出買滿100蚊即送禮品嘅驚喜優惠，可以講係機會難得，非常划算。第24集探店日記，華仔繼續為大家帶嚟優惠分享。由於特價商品實在太多，華仔就同大家邊行邊講，等大家唔會錯過一個精明掃貨嘅機會。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喺2023年開業，顧名思義，老闆娘就係台山人，大家都親切叫佢妹姐。喺交談中，華仔先發現，原來妹姐係台山斗山人，同華仔係鄉里，可謂同聲同氣。所以當佢介紹台山特色商品時，華仔聽落分外熟悉，亦深深感受到濃濃嘅家鄉情。華仔第一次認識妹姐，係喺一次拍攝僑社活動現場，當時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為主辦單位，贊助大量台山家鄉特產作為抽獎禮品，送俾鄉親。熱心嘅舉動令華仔印象深刻。妹姐同我哋分享，喺未開呢間超市之前，自己係由一個路邊小攤開始，靠住一步一個腳印發展到今日4000尺嘅超市，全靠街坊鄉親嘅支持。所以佢一直懷住感恩之心，積極回饋社會，慷慨解囊，為唔少活動提供贊助支持。今次亦趁住中秋佳節推出優惠活動，讓你回饋客戶，同大家一齊分享節日嘅喜悅。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今次舉行嘅迎中秋賀中秋開倉大減價活動，由9月23號起至10月18號，為街坊帶嚟超值優惠。參與特價嘅產品有數10款，除咗優質海味、滋補乾貨、南北雜貨之外，仲有各種精美嘅花卉，甚至連雞、鴨、鵝等食材都一應俱全，真正做到一站式服務，方便社區居民買餸購物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仲特別經營花卉業務，無論係開張花籃、慶典花牌、